咁就啲頭先啱啱講嗰啲好多政策嗰啲咧，有部分有啦 ，Band 1嗰啲政策我哋會有啲 ，Band 2會有啲啦嚇。咁但係就係、不過始終喺個可能呢類學校咧，佢啲資源咧好多時候會擺喺啲英文科度嘅，佢擺佢長啲，始終收生都係靠呢一樣嘢嚇。咁我係明白嘅，但係明白呢個情況之後有啲咩可以做咧？呢個係我一入學校嘅時候咁校長咧就講呢樣嘢。佢話教好每一本書，教好每一個學生，不論係任何一個學生。我見到之後聽到之後咧，有少少擔心，全部都全部要晒咁咪即係話啲點搞咧？咁我都試一次本啊，咁我真係試咁我第一年教書啦，咁第一日啦，咁啊好開心啦，被捉過去教書教完先教咗段時間之後，發現好似唔好掂。好啦，咁備課教書，好啦，咁就有啲問題咪補測咯，補課咁你見到如果細心啲留意咧，見到個備課嗰度咧啲細隻咗個字，咁的確係細咗嘅。跟住再落去40日之後備課再細啲補課再多啲再落去備課再細啲補課再多啲其實咧我其實係當上我自己開始擔心咁我第一年咧都好掂啦，好有幹勁一日可以做到9點都得㗎咁但係我長此落去都要拍拖啦，要結婚啦，要生仔，好多嘢要做嘅。問題長此落去應該唔掂我估計跟住即刻諗一諗點搞咁其實問題就係話個班裏邊咧學生個差異係大啦，咁其實班都係咁啦，即係點樣分班？分完班之後都係有呢個問題存在。問題就係揾翻緊學生喺個課室裏邊咧，其實佢想要啲乜咁我諗到咧就係幾樣嘢啫坐喺個課堂上面想學啲乜事佢哋咁呢個第一個諗啦。咁第二個就係上堂時候佢想點樣過法其實咧就咁坐喺個凳度我都試過去睇堂咁樣有時去睇字堂咧坐喺度，我可能坐咗陣間已經中下咁問題就話點樣可以令到佢咧唔會中下咧？咁我從呢度去諗一諗。咁仲有個係麻煩啲嘅問題有啲學生咧係數學叻啲嘅，咁我當我自己數學叻啦。咁我坐喺班房度，我享受呢堂咧即係當係聽完我講完書之後，佢會唔會係覺得哇啲嘢我識晒啦？咁我坐喺度做乜喺屋企咁如果數學差嘅堂咧，會唔會話你講啲嘢根本同我完全冇關係嘅？咁我又要點咧咁即係我一路係嘗試從呢個角度去諗因為希望嘗試可以就避免冇課去做補測咁就係諗下啲咩方法處理咁臨尾都有啲我可能解決到嘅方法其實講到學習差異咧，其實係我哋之前數理教會度開會都係傾下有啲咩題目咁樣啦。咁我諗呢個題目，咁其實我諗完之後都上網去揾一揾呢啲定義因為大陸我上網揾過好多唔同定義呢個係其中一個。不過我又唔記得喺邊度攞出嚟嘅，咁所以寫唔到個主腳喺邊度嚟。咁我淨係睇到中途有幾句嘢嘅，就係黃色嗰度啦佢就話係要充分利用學生嘅不同唔識讀係咪品嘢？係稟賦並視之為促進有效教育學嘅寶貴資源同埋係為佢哋咧創造空間啦，發揮潛能咁我見到呢句嘢之後，我即係諗下班房裏邊有啲叻嘅學生佢點樣幫到我咧一個人教唔晒咁多人，1對40因為我哋有輔導班嘅話都係好少部分嘅班人咁大部分1對40嘅點處理咧我要靠佢哋幫我手咁至於點樣處理個學習差異咧？咁我自己就從第4個方面去諗下啦，呢啲就係試過嘅咁都發現都掂嘅，咁可以講一講啦。咁第一個方面咧就係個班房佈置啦點樣教啦，同埋個點樣去補課補課都有，但係點樣去補啦咁另外第二樣啦個點樣透過讚賞去做，但係點樣讚法咧？咁又係有啲諗法啦咁第三就係話透過個備課啦咁備課點樣其實我正都講翻，同埋我自己係個實戰經驗去到唔同嘅班有啲叻嘅啲讚，因為我自己可以控制到自己揀咩班去教ABCD 全部都試咁可以見到唔同嘅情況咁其實見到如果係個學生嘅特質嚟講咧，咁大家好簡單，最簡單就係有最多學生係屬於中類型嘅但係有啲學生就係弱啲，有學生係強啲，好正常嘅現象嚟嘅。咁但係咧係叻嘅學生咧，佢其實佢叻嘅學生佢有唔同種類嘅叻嘅學生有啲中意教人，有啲唔中意教人嘅，有啲中意自己做數渣嘅學生咧有啲問題係佢基礎弱，有啲學生咧就係因為佢懶得滯啫，其實佢
佢叻嘅嚇，咁有呢個情況嘅。咁所以我用人呢度咧，因為呢啲全部都係我啲即係手下嘅嚇，佢點樣可以幫得到我咧嚇？咁當然如果喺我個班度，咁梗係最簡單啦，教學院成教啦，係嘛？就將個強嘅學生即係包圍啲弱嘅學生，或者係弱嘅學生，即係倒翻轉咁樣咯。喺附近起碼有個人去幫手啦。咁呢個自己班就可以做得到啦。咁但係有時去到係其他班嘅時候咧，就未必可以用得到嘅。咁我再講後面點算？咁都係啲好基礎嘅，喺教學院都講類似嘅嘢啦。就係話個學生叻啲人咁出嚟，可能做下數啦，做下數即係睇下佢啲咩問題發生啦。咁但係發現已經唔係淨叻佢出嚟做喎，渣佢都得喎。渣得出嚟做完之後咧，其實係俾到個機會我去讚佢。佢做完之後掂咗，咪讚下佢咯。佢做得仲好過嗰個叻嘅同學，係咪有咁嘅機會㗎嘛？係咪就係呢個機會令到個學生咧就係逐啲人叫做攤着咗。跟住佢自己喺個手裏邊計數個即係用練不斷喺度提升，跟住就唔使教佢，咁就即係一路做嘅時候就希望做到呢樣嘢，令到啱啱上面嗰版咧啲橙色嗰啲部分越嚟越少。另外頭先講過啦，補測補課一開始提嘅問題，咁我就咁樣形容啦，係補測補課藝術啦。咁本身諗補測補課可唔可以幫到學生？咁當然可以幫到啦，佢渣咗咪叫佢測多次咯，但係問題就話，我一開始問學生話，我低個補測啦，學生第一個問題我咯，我學生我喺幾時走啊？我第一年聽到呢句説話成日都好 hurt 我留低喺度，校長冇叫我做喎，但我做緊咯，但係點解你咁樣問我？咁但係到今年咧，即係早幾年啦，開始都識答佢啦。其實我想你自己走嘅，不過睇下你自己留喺度，你覺得可唔可以學到啲嘢先？咁但係點樣學到嘢咧？補測點學嘢？佢都冇溫書走嚟測，係嘛？佢永遠都學唔到嘢嘅。佢測完唔合格，因為我再好多次測，補測咁永遠都搞唔掂。跟住就將佢變一變。補測嘅話咧，佢個目標就係成張嘢學識晒先至走得。即係仲要加多個係着數俾佢。我將下次測驗部分內容擺入去。跟住咧佢就好開心啦。學完之後，下次原來補測咗有着數嘅添。跟住咧就係有個更加好嘅結果啦，就係有時佢唔需要補測，佢自己走埋嚟，想學啲嘢，想攞埋我張補測嘅卷去再做下，呢個係佢自己主動去做，我叫佢咯。可能尾結果都唔掂啊，我都唔知有幾個人嚟㗎嘛，同埋叫佢自己去演繹，即係做到咁嘅結果咯。咁就係又係解決咗一部分學生啦，亦都令到頭先橙色部分咧就少啲。用課餘時間去教學生。其實我有問自己問題，究竟我有冇空餘時間咧？發現就唔係太多，咁但係就算我有空餘時間擺到喺度，其實需要幫手嘅學生咧，其實都幾多㗎，即係可能有10個喺度，我一個同佢真係幫到佢咧，其實係疑問嚟嘅，咁但係咧啲學生好得意嘅，佢好多朋友嘅，我留翻1、2個咧比較叻嘅同學咧，其實佢又會好開心喎，淨係佢幫我手教晒佢，跟住我又可以解決到個問題。下一個啦，就係把握個學生個學習嘅時機啦。咁我哋學校咧就已經開始步入一個係不停補課嘅年代啲補課排到去密，跟住啲老師就話啦，可唔可以編多少少嘅時間俾我補課啊？去到咁嘅階段啦。咁所以如果係喺呢個階段嚟講咧，我自己做嘅方法咧，就係我暫時停一停先啦。咁啲老師會有機會做到攰㗎嘛，佢補課補到攰嘅時候，我就出手去幫佢手，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大家爭嘅時候咧，學生未必中意你，啲學生覺得哇，你個個都好似夾住佢去做咁，但係佢會幾高興嘅，咁至於呢一樣嘢咧，其實喺我哋學校咧，個科裏邊咧都用咁嘅原則去做嘅，學生幾時需要係補課咧？佢學生你諗翻佢自己，佢啲學生需要啲乜咧？佢考試前佢一定上嚟補課。咁考試咪同佢做咯，跟住考會考前，佢實需要你嘅，因為佢有啲嘢可能係諗住自己唔合格，佢驚啦，佢會翻嚟咯。咁但係同辛苦啲同事因為係每一年嘅會考嘅數學咧，一定係星期1係考嘅，咁啲同事就即係算喺度星期日翻嚟，咁就開咗呢個位置俾佢，俾多份卷佢做，咁做完之後咧，啲學生會係一路做完之後份卷之後咧，佢都會留低喺度問下數咯。咁我老師都算好啦，佢4日都翻工，跟住就係喺開啲課室咁樣，咁可以。